2006年8月初6，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原本是要去访问非洲的邦交国乍得，无想到讲出发进前无到24点钟，中国就用真大石油矿山行李来个城和乍得签恢复邦交的公布。台湾的外交部舞到半暝啊12点，无法度挽回，宣布和乍得断交，这是台湾的外交重大的失败。欢喜甲揽咧好，2012年美国的航太总署 NASA 火星探测器好奇号成功降落火星。会遐尼欢喜，是因为登陆火星爱7分钟，成功的几率大概只有1/3，无到4成。每一个动作拢爱接甲真顺利，无好奇号可能就会小甲变恢复。有科学家讲，这是恐怖的7分钟。2013年，立法院三读通过《军事审判法》修正案，太平时期军审全面回归司法，加重刑责嘛未改变。修法的原因就是因为2013年7月，陆军下属洪仲丘伫军中去欺负虐待事件。这个修正案是台湾宪政史上一个大变革。